呢套房我係又愛又恨，上個月去咗2次簽約中心都簽唔成，個客最尾反水，搞唔掂。我哋一邊睇樓一邊去講講呢套樓嘅優缺點同埋我嘅客糾結嘅地方。想喺城區揾翻啲樓齡新嘅，但係裝修未住過人，小高層仲要係專梯入戶，呢一套呢就可以關注下啦。二津山之前高位208萬入手，119平方嘅南北對流雙陽台3房，現時單價1萬蚊一方都唔使。小區嘅園林咧就唔算大嘅，但係佢係萬科物業，業內口碑同服務質量90分，點都係會有嘅。小區嘅園林咧雖然細，但係都好骨子啊！我哋先去睇睇樓啊！小高層專梯入戶嘅好處就係佢嘅隱私性係好好嘅。呢個小高層咧，佢係要用業主嘅專用卡，啲完之後咧先可以去撳。然後呢部 lift 咧，其實佢係觀光電梯。觀光電梯其實冇咩提高實用性，但係佢會提供翻些少你翻屋企嘅情緒價值。入到嚟呢個位咧，佢就係業主自己專用嘅空間，你可以喺度做鞋櫃啦，同啲儲物櫃位嘅。我哋再睇睇套樓啊！入到嚟咧，佢係一個大橫廳，但佢亦都係一個南北對流雙陽台嘅餐廳，同埋北向嘅陽台，仲有廚房，其實係中規中矩啦，夠用咯。最主要我哋再過嚟睇翻呢個戶型嘅陽台，佢對比3.0啲舊規則咧，佢個陽台係好大，但係佢有少少靠路啊，即係會有啲噪音。如果你想安靜啲，又想將個客廳做大啲，你可以封咗呢個景觀陽台，因為你已經有個北向陽台曬衫就夠啦嘛。我哋再過嚟睇下啲房啊。當時我嘅客戶糾結嘅地方其實就係房呢度119方做3房，其實房間唔算大嘅，但係佢嘅飄窗係可以打，唔影響你做衣櫃啊同啲書台嘅。二津山其實交通同生活配套都好便利嘅，北面500米過去咧就係樹木園公園啦，得閒過下去散下步啊，行下山啊，親近下大自然，降低自己嘅負能量啊。咁樹木園隔離就係南外環快線同埋中陽高速接駁深中通道。深圳、香港揸車過嚟落高速5分鐘就可以返到屋企。咁南面500米過去咧就係我哋嘅大信1+1商業圈啦。2公里範圍內有醫院、市場、天光墟、食街、天虹商業圈。過去利和廣場揸車都係12分鐘啫。呢套樓係比較適合注重居住質量同隱私嘅享受型剛需，但如果係睡眠質量輕啲嘅朋友就慎重考慮啦。感興趣嘅評論區啊！